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的沙鹿高工，20多年前就开始用落叶来做堆肥，因家己做捆整，让这个落叶经过3个月自然发芽了后，变成有机肥。除了用伫学校的农场，嘛推广予社区来使用。这学生举拖车翻土谷兼过胎，要帮助这叶仔加速孵化。为着要校园的落叶发挥上大的价值，沙鹿高工为20多年前就开始做落叶的堆肥，全校师生拢有份。比较大块的落叶把它分出来，然后留比较小的，这样菌种比较好发挥。我们这个环保的。为着要做这堆肥，沙鹿高工特别打造一个堆肥场，用自然捆整，或者叶仔经过3个多月自然发芽后，就当变成有机肥料，除了用伫学校的农场。嘛，行入社区去推广，去年更加头一摆得到台美生态学校最高永固劣基认证。那绿旗目前是最高的荣誉，它每2年要更替一次。如果获得连续4面绿旗的话，就是永久学校。沙鹿高工透过落叶的堆肥技术，来发挥废物再利用的精神，嘛发展出完整的回收循环系统。未来嘛，望讲透过推广，就会为地球的影响尽一份心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